你好啊，早晨啊 ，Matthew 潘明輝，我係馬場南哥。咁啊，我知道你啱啱喺上個月3月30號咧，就啱啱贏咗你人生第一場嘅2級賽主席錦標，就騎直線力山嘅。咁喺內欄咧就衝上嚟，就鬥贏咗冠軍騎師阿潘頓隻標精銀河嚇。咁啊，我亦都知道今日咧冠軍賽馬日咧，你喺1級賽都會3場入邊咧，你會有2匹坐騎，分別係主席短途獎嘅賢者無敵啦，同埋女王杯入邊嘅直線力山，你都會騎多次嘅。咁啊，希望你有神奇嘅發揮啦嚇，可唔可以第一次2.5至1級賽啦咁樣？咁啊，所以我都專程咧畫咗呢幅畫送俾你去諗住撞下你嘅痕跡嘅嚇咁樣。咁啊，除咗你希望你今日跑得好之外咧，我都知道你而家以29場頭馬呢度領先緊嗰個廣東尼獎啊。咁咧蔡明少應該係25場，咁啊領先佢4場。希望你繼續 keep 住今季嘅呢團火啦，繼續贏多啲頭馬，希望就做到華將一哥，然後攞到今屆廣東尼獎。咁啊，我亦都好多謝你將當日呢個直線力山個風鏡咧就簽埋名送咗俾我，好多謝你。咁我記得咧好幾年前，其實你見習生翻嚟嗰陣時咧，用火車潘呢個名翻嚟喺澳洲翻嚟香港咧，我哋已經好多馬迷支持你啦。咁你亦都騎得好好啦，同埋好有拼勁啦。就算好冷嘅馬，你可能3-3、4-4都會鏟上嚟。咁啊，我知道亦都好多馬迷都好支持你同埋欣賞你嘅。咁啊，或者你講幾句啊？多謝你支持先啦。咁今日好幸運可以考兩場冠軍，咁我哋會全力以赴嘅。多謝。咁啊，希望你好運啦。咁啊，贏多啲頭馬，咁啊攞埋冠軍尼獎，咁就今季就圓滿啦。好多謝你，唔該晒。